去到意大利睇下豪華郵輪協和號擱淺事故，至到而家有11個人死亡，多人失蹤。當局發放郵輪船長棄船之後同港口部門對話嘅錄音。當時港口人員命令佢即刻翻返去協和號協助乘客疏散，但係佢最終都係冇翻返去。救援人員用炸藥先後喺郵輪協和號嘅船身炸開多個大窿，方便佢哋進入之前去唔到嘅樓層搜索失蹤者。協和號擱淺至今4日，船身不斷下沉，目前已經呈接近90度傾側，增加搜救難度。意大利當局公布失蹤者嘅國籍，當中大部分係德國人，其餘包括意大利人、法國人，另外亦都有印度同埋秘魯人。意大利海岸防衛隊發放協和號觸礁嘅時候，乘客逃生嘅片段，可以睇到大批乘客從已經傾側嘅船身游繩去到船腹，趕住坐救生艇逃生，情況相當混亂。當局亦都發放船長斯海蒂諾喺郵輪擱淺之後同港口部門嘅對話錄音。當時斯海蒂諾已經坐救生艇離開，港口人員要求佢翻返去郵輪嗰度報告乘客疏散嘅情況，但係斯海蒂諾多番推搪，港口人員最後要落命令逼佢立即翻去。斯海蒂諾當時應承咗，但係結果佢都冇翻到去。但係斯海蒂諾現時仍然被警方扣查，可能被控誤殺同棄船等多項罪名。佢早前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，曾經話自己係最後一個離開郵輪。除咗搜救有困難，再有2300噸燃油嘅協和號亦都可能引發生態災難。意大利環境部長話，郵輪四周海面已經出現油漬，當局已經喺郵輪四周圍設置隔油帶，防止油污漏出污染海洋生態。並聘請荷蘭專家公司協助運走殘骸同埋抽走船上嘅燃油。如果得到意大利當局批准，最快當地星期3展開，預計花2至4個星期完成。無線電視記者曾孝柱報道。